去紐約飛機大比拼 Air Canada 定 Porter？N 生帶我去紐約。去程搭 Air Canada 由多倫多 YYZ 出發，閘口喺地下可以仰望飛機。去程準時登機，登機流程大同小異。去程係 Airbus A320，採用33座位佈局。起飛啦！今晚係夜機前往紐約。座位係普通短途配置，意外係冇電視，但係有手機架，連上 WiFi 可以睇戲，會有啲簡單小食同飲品。抵達 EWR 機場比我想象中靚過 JFK， 又大過 LGA。轉眼間回程啦，不過 check in 嘅時候要睇清楚航空公司，因為喺唔同樓層。入到離境大堂之後，入邊好細，兩間餐廳都幾多人等上機。今次回程搭 Porter 嘅螺旋槳客機，機身比較細，機艙採用22座位佈局。座位比較貼窗，但係腳位反而幾闊，只係凳背有啲硬。機上邊冇電視，亦都冇 WiFi， 好彩一早單定片。螺旋槳機飛得慢少少，坐喺機翼下邊反而睇到更多風景。坐喺右邊有機會見到 Manhattan。Porter 嘅飲品竟然用玻璃杯裝，質感立即提升。零食選擇夠多，不過味道就比較普通。回程最大驚喜反而係窗外嘅景色，黃昏時分降落之前 CN Tower 就喺你眼前，望住多倫多天際線降落，終於抵達 Billy Bishop Airport。落機已經喺多倫多市中心附近，過關好似比 YYZ 更加嚴謹。不過機場比較細，拎行李就直接好多。YYZ 多大型客機 ，YTZ 近多倫多市區。Air Canada 定 Porter， 你又會點揀？留言話我知啦。出咗境都係得幾間鋪仔，出咗機場穿過行人隧道就可以返到市區，亦都有巴士前往 Union Station。記得睇埋 N 生帶我去紐約，下條片再見。